屆嘅冬奧呢，係中國香港歷嚟最多運動員攞得參賽資格嘅一屆，當中有首次踏上奧運舞台嘅 Darren 啦、Eloise 啦、Joey 啊，同埋第二次參加力求突破嘅 Adrian。其中 Joey 呢，喺2月21日展開咗一段屬於香港嘅冰上旅程，喺一眾世界頂尖選手之中攞到第7名，創下咗香港嘅歷史佳績。我首先咧代表特區政府感謝各位運動員、教練團隊、醫療團隊、工作人員嘅團隊，為咗備戰同埋參與米蘭冬奧所付出嘅努力。呢啲成績唔單係數字上嘅突破，更加證明咗中國香港運動員喺冰雪運動嘅潛力同埋能力。讓我哋咧再一次用熱烈嘅掌聲，衷心祝賀我哋嘅運動員。今日咧，我哋透過賽馬會優秀運動員獎勵計劃，向靜欣頒發獎金係以示嘉許嘅。呢一個亦都係呢個計劃第一次，好似局長講呢，係有冬奧嘅代表係獲得獎勵，可以話係成功破冰嘅。我在此呢係祝港隊成員未來呢係繼續破冰前行，再創高峰。